好似自己細個讀得唔夠多書啦，你冇得參與㗎，你文化水平咁低，你一定係改啲好靚嘅名嘅。被封5億駙馬嘅黎諾爾，近日因為讀書冇用論引起網民熱議。佢出席活動嘅時候自爆，同太太育兒理念有分歧。黎諾爾同太太李潔瑩有2個仔，分別係9歲嘅小春雞同埋4歲嘅小冬牛。佢話自己唔係嚴父，平時中意同小朋友玩，但太太就認為呢段時間要專注學業。黎諾爾就解釋話，20幾年後 AI 同電腦科技會好發達，咩都唔使死記硬背，仲以自己做例子，話細個背嘅乘數表、代數公式出嚟社會做嘢根本就用唔着。佢仲話除非係做科學家研究火箭，如果唔係讀書都係冇用。不過佢都話最終會聽太太話。言論一出，隨即引發兩極意見，有網民嘲諷佢中學畢業個仔嫁入豪門就可以，又話乘數表買嘢計數都用得着，質疑佢觀念太短視。亦都有網民認真反駁表示，讀書係訓練思維，唔係淨係計數咁簡單，仲話好在佢太太有學識有家底，先唔會誤咗小朋友嘅將來。